永乐市场有真侪物件通好看。而且除了真侪有古早保留到即阵的建筑以外，还佫有真侪南北货。上厉害的是，才有真侪好食的物件。埋藏伫咧记忆中的滋味，将来袂因为时代的变化来消失。尤其伫即座1908年就成立的永乐市场，真侪老气味早就深得人心。1930年起家的润饼糕，经过91年的历史，头家娘林丽玉，逐工拢是同款的时间到担头，开始一天的无闲。这时间爱开始传料啊，早朝7点外，你这个菜什么都要备啊。要备料啊，这个都是早上来现炒的啊。你家己抓呀，夹心肉迄个三层边啊，迄个片料无？迄个片料较大片迄个。逐工新鲜现切现炒的高丽菜，看起来简单，其实有头家娘满满的心意。佮去用三层肉提炼的猪油，调配咖喱粉，佮再加上高丽菜佮红菜头丝。一点仔盐，一点仔糖，这就是润饼糕鸭料的主角。咱古早是用手敲的，用手敲的一桶差不多爱要几点钟？对啊，阮做囡仔就是安尼啊，无假期都是爱靠手敲，一桶爱到1点钟，敲到1点钟啊，敲到互伊个球多出来。较早吼咧做吼，无用罄当比例，都是凭经验而已啊。所以你讲偌济粉透偌济水，这我袂晓。敢若用米粉、淡薄仔盐、甲水调出来的面糊，完全无掺化学品。逐工新鲜制作，拍粉就爱靠经验，观察面糊的高度来调整拍的速度。慢速是爱先将面粉拍好线，而才袂结地；高速是要将面团的筋度拍好出来。准备好面团，刷落来就爱热鼎，准备落鼎做饼咯。迄个刀吼，你爱互伊剁甲拢均匀啊！啊，你干那中间咧烧袂使啊，一定爱互伊细工互伊慢慢扩散。nee啊，你毋知影鼎偌高贵，伤小也袂使，啊伤热也袂使，啊都爱，你个温度我你讲拄好用手试，就是安尼。温度的控制是做润饼皮的头一步，等温度来到102度至103度，才会当落鼎做润饼皮。饼皮爱薄，阁有弹性，包覆实在，才袂破。食的时阵，嘛才会有口感。看头家娘手提面团，伫鼎顶快速抹一连，10几秒就是一张。这是当年累积的厉害功夫。较早就是小学毕业没有再继续上学，啊，就家里刚好没有人手，啊，就要开始来家做这样的。我13岁就来，今嘛要70啊。润饼，你好，哇，啊这料真丰富哦，啊这边哪个拢会使点，对，拢会使点哦。好，安尼咱的这高丽菜、虾米、卵，啊个红烧肉，啊土豆腐，啊盐水嘛拢互我啦，豆菜好，豆菜好，好。哦，恁润饼皮是现场做的吼？阮拢现做的对啊。哇，啊这现做起来应该是上好食哦。对。我会使食一片看嘛。好啊，来。哦，这样也可以吃啊。哇，现做起来你看，薄一张敢若纸的有无？这拢是功夫呢。
哇，真正无简单。啊，这米粉都会炒的吼。哎呀，米粉对。安尼会使现吃哦。对对。来吃看卖啊，现做的。哎，有甜呢。那个是自然的甜味。米粉的甜啊。米粉的甜。米粉的甜。米粉的甜。哦，够甜够香够 Q。润饼糕是真侪台湾人怀念的滋味。较早我会记得做囡仔的时阵吼，清明才有通食到润饼糕。哦，迄阵吼为着要到一个润饼穿甲规桌顶全了啦。啊，即摆的台湾吼，四季拢有通食到润饼糕。每一间的做法嘛无啥共款，咱来食看这间有好食无？那配一寡高丽菜，一寡豆菜，吼，搁蘸一寡迄个土豆腐，搁伊个红糟肉。哦，气味真好。有怪讲，因对1930年会当卖到即阵啊。现做的上好食。现在头家娘的后生第3代冯子豪已经慢慢接手啊。伊这几年跟伫老母身边用心学习，亲身准备2皮、红糟肉、豆干丝、鱼酥、盐水等等的鸭料。因为对每一个环节的要求甲用心，让这个传承3代的老店深受台北人的喜爱。头家娘为一个13岁的囡仔做到今仔，已经是阿嬷的年岁啊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行过时代的变迁，市场改建，店面换新，唯一无变的是因用手工制作润饼糕的精神，让这个口耳相传的古早味陪伴一代搁一代，未来悠然会继续伫咧永乐市场飘香。